今次嚟到雲南，由昆明玩到香格里拉，以防高山症，由低海拔玩上高海拔。依舊都係由深圳機場出發，航班選擇會比較多。去昆明梗係要坐昆明航空。同時根據中國機上有包餐，機票包20kg行李。嚟到昆明啦！個裝修有啲似大阪，而家內地周圍都有呢啲 AI 售貨店。機場有地鐵接駁，所以出城坐地鐵就可以。嚟匯集咗好多景點嘅5-1路站。訂咗間喺呢頭嘅酒店，出入方便啲。天柏影音酒店，經美團訂130蚊人仔1晚。地理方便，但同美團啲相真係大出入。落樓下行下。附近有幾座百貨公司，好多嘢行。那边是大街的，嚟到昆明老街區，呢度係景色街。即刻試下雲南出名嘅小粒咖啡。點解叫小粒？因為佢粒咖啡豆真係比平日細粒，飲起上嚟好似有啲茶味。
續周圍行下。呢間係雲南出名嘅鮮花餅店嘉華鮮花餅，啲鮮花餅全部都係即製。試咗呢個季節限定頭水花鮮花餅，5蚊件。頭水花即係用當季首批收成嘅花做嘅鮮花餅，花香撲鼻鮮甜。呢個就乳酪鮮花餅，都係5蚊。乳酪味太重，蓋過咗鮮花味。再繼續周圍行。呢邊係金碧商城。嚟到好多餐廳嘅南強街，嚟雲南點可以唔食菇？嚟咗呢間菌菜野菌火鍋。食雲南獨有嘅迷幻獨菇見手青，新鮮嘅見手青切開係藍色而且有毒，食完會產生幻覺。今次跟美團叫咗碟包燒見手青，74蚊。口感好爽好水潤，另外有陣加強版嘅草菇味，但我又未覺得去到啲人所講超級好味。出返去叫咗杯寧氣雲南茶。今集就行住咁多先，希望你會 subscribe 我啦。